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三甲金丝来学了上帝，圣诗第18首。圣诗第18首，请起立。请咱有缘徛伫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荣耀，你的旨意成，你亲像天里，阮的赐予来管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叫我脱离背叛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保持。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以本着彼拉多入来受苦，定是离被死埋葬，荣辱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活，就天他一全能的上帝大恩，伊要应甲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教会，信徒的上通，天下的荣耀我，永爱我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交托，要读启应文第8篇。启应文第8篇也是诗篇23篇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新的气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与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
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过去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的确永远伫地。阮伫天灵阿爸爸上帝，随望炎热的天气，会互人流汗甲野仙。总是阮感谢主你，为着阮备办即间清凉佮舒适的礼拜堂，互阮在座兄弟姊妹会当伫经过6日久世间生活的潮磨甲无用了后，搁一摆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主你。主恩感谢你，你互阮生长伫同一个世代，同一个土地，阮也有同一个信仰，也会通用相款的语言来敬拜主你。搁较重要的是，阮有共同对天理所来的愿望甲信仰。求主你继续引带阮、扶持阮，会通骨力拍拼来继续跑走一条永远活的道路。阮即时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内的各肢体，甲阮的主题来祈祷。伫即个热天，有人参加高中、大学，也是各种的考试；有人的细囝要进入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，也有人面临当兵、就业，也是出国深造，也有人拄到婚姻的问题，也是经济的困境，也有人的家庭拄到死实的艰苦。检采也有人因为信心软正，要求助力，地到丢除因的骹步；也有兄弟因为年老行动不便，也是倒伫病床住院治疗的，地到袂通伫遮甲阮三甲敬拜主你的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疼痛，阁有万权能的主，阮要将一切交代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的圣手继续来引带扶持甲保护，也你的恩典甲福气，也束缚伫每一个家庭甲每一位兄弟的心上。即时，求主你阁一摆安静阮的心，也帮助阮摒空阮心内一切的污秽甲杂念，只有主神来看你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，阿门。请本堂圣乐队，因要学乐的题目是“疼痛君王治好牧者”。
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诗篇第125篇第1节到第2节。诗篇125篇第1节到第2节。我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永远徛在未摇掣的锡安山。正山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，对这点到永远。讲道，咱今仔日真欢喜邀请这个杜忠信牧师来讲道吼。杜牧师目前是伫嘉义的古南教会咧牧会吼。伫8年前，这个四牧师也咧牧会时间有1年久的时间伫咱教会做新学生吼，有1年久。迄个1年久，甲即个青少年团契，也是讲迄阵拄起步的敬拜团吼，也有真好的同工吼。今仔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，伊伫嘉义中会已经有7年久的时间伫遐，真牧会了真有成果吼。咱若看伊的 FB， 也是看迄个，就知影真活跃的教会，一间古南教会吼。咱将时间交互伊，杜忠信牧师。大家大家平安。距离我顶一遍徛伫咱的中间，已经有7年久的时间啊。我毋知影讲咱兄弟姊妹，当恁每一礼拜伫遮相见面的时阵，恁是带着什么款的心情伫遮相见面？但是对我来讲，7年非常无简单，所以会当伫7年后，搁再一遍倒转来咱的中间，我的心内讲实在话，非常欢喜。每一遍咱会当相甲组织，拢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好无，我要邀请咱，你用真心哦、大声哦，甲坐伫你头前后壁兄弟姊妹，你大声甲讲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真好，真诶看到咱大家真好。伫今年的6月份有一个机会，我有拄到中央长老甲明恩长老。我看到中央长老的时阵，未等我开喙，中央长老的第一句话就甲我讲：“重新牧师啊，你来头毛拢爬去。”迄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好佳在中央长老无讲，哪会连你的头毛嘛愈来愈少。不过我看到中央长老，我感觉无简单呢。7年安尼过去了后，面色嘛看起来足好诶，无啥改变。有人咧偷笑是无认同我所讲的嘛？无啥改变。我看到明恩长老的时阵，我嘛感觉讲伊嘛无啥改变，但是伊的无改变，甲中央长老的无改变无共。明恩长老的无改变吼，咱偷偷讲伊的歹话，伊无坐伫咱楼骹，我坐伫楼顶。伊的无改变吼，互我的感觉是，伊是少年的时阵可能先老起来扛。所以迄个操劳是少年的操劳，所以真看起来无搁较老啊。保持安尼嘛袂歹啦。不过滚耍笑罔滚耍笑，有圣经的学者，伊咧研究讲，伫圣经的内面，7这个数字出现足侪遍，会通讲是圣经内面出现上侪遍的数字之一。随便讲。咱无拄一定爱去讨论讲，去探讨讲什么款的数字到底有代表什么意义无？这个款的方面的研究，有当时也无共学者伊所讲的无拄共款啦。但是确实，真侪以色列人看到7这个数字，伫因族传统的概念内面，就是代表着完全、完美、甲完整。所以，伫即过去7年久的时间，我毋知影讲。伫咱所经过的代志，咱所行的路，毋知有帮助着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，更较丰富、更较精彩无？但是我想，毋知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伫7年前，就偷偷先去买台积电的股票无？有人7当前就会去买台积电的股票，我相信伫今仔日要行来教会做礼拜路中，想到你嘛会笑吧？甚至我嘛毋知影讲，伫咱的中间，7年前有人会晓先去买2-3间厝起来囥无？你也2-3年前真正买2-3间厝先起来囥，有可能你正下暗
在困的时阵做面盲，嘛会偷笑。所以7年的中间，其实有的代志会改变足济。愿咱所拍拼、所努力经过的日子，真正会当帮助咱行往同一个目标，就是行往上帝国。诗篇84篇第5节安尼讲到：倚靠耶和华的人，来，咱做伙来读。倚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永远徛在袂摇掣。咱先来看这节，做伙来读。伊的力在伫你，因的心意锡安山的大路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锡安大道，锡安山离原本希伯来文的原文的中间，伊是复数。对咱的中文啊，对台语看袂啥出来，但是伊是复数，是复数。我想咱听到复数、复数，咱就知影讲，圣经咧甲咱讲的，行往耶路撒冷、行往锡安山，不只是一条路，迄是几啊条路。咱要用地理来讲，耶路撒冷，不管是对北部、对西部、对东部、对南部，会当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向的路，行往耶路撒冷、行往锡安山，有大条的，嘛有细条的，有西林弄的，嘛有会当甲直接行入去耶路撒冷、锡安山的。其实这讲起来，就亲像咱同款，你的路无拄拄是我所行的路，你所过去经历的代志，我无拄拄有机会经历。咱拢有咱无同款的人生，但是咱的人生是毋是会当带咱同款一个方向？耶路撒冷，上帝锡安山，上帝国来行咧。上帝英文甲咱讲，伊要加添互咱所需要的力量。上帝的话嘛，甲咱讲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所以我相信上帝嘛足清楚，随便讲透过咱相信主耶稣来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平平是囝儿，咱每一个人所行的道路、所做的工课、所经历的代志，就是会无同。但是原这的无同，会当帮助咱有更较侪无同款的经历的时阵，当咱三个组织做伙，会当对咱每一个人有帮助，会当更较丰富咱这阵三个里遮。徛起聚会的兄弟姊妹，就亲像咱所读的，倚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永远徛在袂摇掣的锡安山。正三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是安尼包围伊的百姓，对一粒到永远。我相信这2节的经文，咱一定熟悉的，一定熟悉的。但是对经文的熟悉，咱有法度伫咱的信仰的中间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常常来思考这2节无？特别是咱伫世间上难免会拄着一寡艰难困苦的事。这2节经文有法度帮助咱、鼓励咱，毋通离开上帝无？世间的路难免有一寡变痛，有一寡挑战的事。但是这2节经文会当提醒咱，毋通离开上帝无？世间的路有当时咱有交期，有咱想袂通的事，但是这2节经文会当成做咱的祝福，帮助咱毋通离开上帝无？因为耶和华咱的被上帝的主爱，要包围伫咱到一粒，直到永远啊！伫过去这7年中间，伫我牧会的经验内面，捌拄过有一寡兄弟，拢甲我问同款的问题。因为这兄弟，不管伊是长老、是执事，还是做热心服侍的兄弟，拢有拄着同款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因的后生查某囝、因的囝孙仔，已经离开这个信仰，离开教会啊。所以，这长辈常常会问的，就是讲要安怎？过来引带因的囝儿孙倒来教会，倒来甲上帝面头前咧。我相信这个问题，咱若想起来，应该有一寡无同款的答案，包括讲毋通灰心，不断为因来祈祷；包括讲
咱嘛爱使用咱的智慧，互上帝所赏赐咱的智慧，咱会找找适当的方式、适当的机会、适当的时间，甚至找适当的人帮咱的邀请来招咱遮的囝儿孙有机会当佫倒转来。遮个中辈的忧心，不管是安怎，因一定是看见，当咱一世人坚守着上帝的道路，热心做礼拜、服侍，但是咱的忧伤，咱的子孙仔是安那偷偷离开教会，偷偷离开信仰，离开咱的爸上帝咧。捌有一遍，有一个姊妹咧甲我问讲，牧师啊，你会使教我安那祈祷，较有效无？会当互伊子孙仔倒转来教会？我想讲，哦，要安那祈祷会当较有效？一祈祷点，恁的子孙仔就来教会。我还佫伫遐想的时阵，其他兄弟姊妹就开始支支处处啊，无啦，你会使安那？无啊，你应该安那？无啊，你安那？毋免我讲，咱的兄弟拢知影足侪无共款的方法，包括坐伫我对面有一个老姊妹，迄是一个长老娘。伊嘛甲即个姊妹教足侪方式，你会使安怎做？但是我咧听的时阵，哭笑不得啊！是安怎我哭笑不得？因为即个长老娘伊有3个足优秀的后生，即3个足优秀的后生，伫我熟悉因3冬外的中间，除了第3个后生，即3年捌来过2、3遍做礼拜以外，其他老大甲老二毋捌看过因来做礼拜。所以照理讲，即个长老娘伊应该嘛会拄着同款的状况才对啊。但是伊会晓教另外即个姊妹教讲，你会使安怎做，你会使安怎做。但是伫家己的家庭，就足歹安尼来运用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代志无共款，咱每一个家庭所徛起的状况嘛，有可能无共款。迄个环境，咱甲无共的时阵，咱无法度用共款的一个礼、一个方式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就是安尼来做。但是看到一对士大人、遮兄弟讨论甲足欢喜的时阵，我就是伫遐偷偷听。好不容易，大家讲好啊，差不多啊，到一个段落啊，啊无咱继续来讨论后一个议题，好无？提出讲，牧师要安怎祈祷较有效的即个姊妹，忽然甲我讲一项代志，牧师，即个礼拜日我爱请假，我无法度来教会哦。啊，啥物代志你无法度来教会？因为我的查某囝要带阮孙倒转来，我想要煮较好食的物件来款待因。啊，你拄拄啊，毋是咧问讲要安怎带因来教会吗？是安怎因倒来了后，颠倒是你无来教会？啊，无法度啊，因为阮查某囝最爱食我一寡手路菜，迄一定爱我家己煮，无法度等甲迄落做礼拜了，倒去才来煮。啊，但是咱古若下礼拜10点半就做结束啊，转来煮应该还佫会赴吧？啊，无你敢袂当讲，互你的查某囝先款一寡有法度款的，像讲下米落去煮饭，迄无需要特别的技术吧？啊，伊也要食你的手路菜，等你转去才炒啊。讲无啦，我爱先去菜市啊买菜啦。啊，买菜咱嘛会当拜六先去买啊。无啦，牧师你毋知啦，拜六去买菜就无青啊啦。哇，安怎讲伊拢有理由呢？安怎讲伊拢有理由呢？一方面，即个阿嬷做烦恼，家己的囝孙仔无要来教会；另外一方面，当囝孙仔倒转来时，欢喜甲好透早就爱去买菜，转来爱开始煮饭，爱款到中昼，通好，互伊的囝孙仔有一顿较丰盛的饭通食。当然，我相信徛伫咱做爸母的、做阿公阿嬷的，甲咱的囝儿孙好不容易倒转来一遍，即款的心情，咱应该会当了解。即款的心情，咱应该会当了解。但是会变做讲，啊，无采咱讨论规大堆的方法，敢无其中的一种方式，咱会使即个礼拜日，咱来试看卖吗？咱来试看卖了吗？有人讲，世间人所读的第一本圣经，毋是咱手中的这一本，
世间人因所看起的圣经，第一本的圣经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咱基督徒平常时的行为啊。所以，咱来想看卖一个，用咱大大所看起这个例，后生查某囝好不容易倒转来，因所看到的是一个无去做礼拜的老爸老母，孙仔倒转来所看起的是一个未去教会做礼拜的阿公阿嬷。若是安尼，咱要安怎甲因讲？来教会真好呢！来教会。会当互咱真喜乐呢？来教会会当安那拄安那？有可能无？有可能无？所以其实方法也好，时机也好，不断为着囝孙仔来祈祷也好，这拢是足重要的。甚至有当时啊，咱家讲，伊会感觉讲咱做爸母会做啰嗦安尼。像迄天阮所讨论的嘛，有其他的方式。看你的查某囝，伊有啥物谈判，甲伊感情较好的，叫朋友、叫同学、叫做伙伫教会大汉的来甲伊招嘛。等等，真侪无共款的方式。但是咱家己嘛爱知影，就是讲身教很重要嘛，毋通只有出一支喙嘛。就亲像过去有一个广告，一直拍。迄个广告咧讲着讲，一个太太咧讲因翁查甫人毋当只有剩啥物啊？查甫人毋通只有剩一支喙嘛。所以我相信就是讲，侪人伊所看到的圣经，当伊无机会踏入教会的时阵，伊看袂到。但是咱伫外口，咱的所行、所做、所讲，就是因所看到的圣经啊。若是安尼，咱安怎行出挖靠拜上帝这款新的行为，咱要咱活出基督的盼味的生活，就非常重要。特别是有当时啊，伫咱长老庄的，常常咧烦恼一项代志，咱若看到外教派的教会不断咧成长，几百人、几千人一直起嚟。少年人一大堆，但是倒转来看到咱长老庄的教会的时阵，会感觉讲，安那青年人走去倒去啊？青年人走去倒去啊？当然，这有一寡原因，但是话嘛会感觉讲，真的少年人嘛足无简单的，特别是伫咱的台湾，真侪工作，伊是属于服务业，服务业的工作，你叫伊拜6礼拜。拜休假来做礼拜，对因来讲足困难的。一寡服务业，伊就是拜6礼拜生理上好嘛。生理上好的时阵，你哪有可能逐礼拜要拜你这个班要来教会咧？但是其实教会生活只有做礼拜尔吗？我相信，比如讲咱南门教会拜6下暗有真侪无共款的团契聚会，周间咱嘛有真侪无共款的聚会。就算这礼拜你真正无法度来礼拜，咱嘛有直播以后会当看嘛。咱嘛有周间的一寡聚会、下暗的聚会会当来参加嘛。其实鼓励因来聚会，毋是为着人数的增长，是为着当咱徛伫遮三个伫遮聚会的时阵，透过咱彼此的关心、彼此互相的带导，咱有一寡机会当开讲。互咱有当一寡新的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嘛。就亲像咱有一寡学生囡仔，其实足辛苦的，拜1到拜5爱伫学校读册，拜6礼拜可能过来去补习。但是有当时啊，真正拜1、拜2一直读到拜6礼拜，安尼是好吗？一礼拜读7天，一年读365天。国中读3年，高中读3年，对因的身心灵的状况真正是好吗？咱敢有可能讲做一寡时间的管理，做一寡时间的安排，做一寡读册方式的改进，咱会当甲礼拜日的透早留落来，做伙来做礼拜，做伙来参加团契，做伙来唱歌学老上帝咧。
毋通袂记一项代志。当咱坐伫遮的时阵，过去我嘛捌拄过，讲到到一半有时大人困去，坐伫边仔就要甲叫起来了，佫困去。我讲毋免叫无要紧，但是做礼拜哪会使困？因为我相信有的是大人暗时足歹困的，透早5-6点起床起来了后，好不容易坐伫遮，坐到10点啊，差不多爱拄久啊。所以伊也讲，伫遮敬拜上帝，甲咱做伙伫遮，伊会当安然徛起，安然困去。凡是做礼拜一结束，伊醒起来了，精神足好的哦。当然毋是鼓励咱安尼啦，安尼后礼拜，牧师来恁遮逐个困好看，讲迄是大牧师讲的，毋通误会我所讲的意思。就亲像你讲啦，嘛捌有迄个1-2回囡仔坐袂牢，就伫遐走。爸母就感觉足歹势，我嘛甲因讲，毋免歹势啦，因为讲啦教会的主日学当间无够的关系，阮是用礼拜6下晡，所以礼拜日就无主日学，互遮的囡仔佫通去。所以当1-2回囡仔伫遐走伫遐哭的时阵，我嘛是甲阮的士大人讲，无要紧，咱专心做礼拜就好。囡仔，咱无可能甲约束1-2点钟伫遐坐条条，拢无讲话，拢无叮当。所以咱做爸母的，做阿公阿嬷，你毋免歹势。我嘛相信，是安那耶稣的学生会阻止遐囡仔来亲近耶稣，一定就是伫遐走来走去，喊甲大声细声嘛。但是耶稣所甲因讲的，就是讲毋通阻挡囡仔来亲近我，因为耶稣知影遮囡仔本性就是安尼嘛。重要的是因来到遮，重要的是因甲咱做伙相甲敬拜。所以毋免歹势讲，哇！有人囡仔坐袂牢，赶紧带出去，赶紧安那拄安那，紧张到要死。因为我相信，当爸母伫遮咧紧张的时阵，伊嘛无法度专心做礼拜啊，敢毋是？所以一礼拜有7天，咱的社青、咱的学生囡仔，该当好好啊做时间的管理，好好做运用，然后，互这个礼拜日，咱会当三甲伫遮学老敬拜上帝，参加团契活动，这是一种足好改换心情的机会嘛。当因拜1拜6读册读遐久啊，拜1到拜6工作甲遐尼忝啊，礼拜日就是一个安息的好机会嘛。礼拜日就是咱来到遮转换一个心情，通好互咱有较好的精神面对明仔载顶开始的工作甲读册嘛。所以当咱时时会当做伙做礼拜，咱会当时时做伙伫遮过一个团契的生活。其实，迄就是提供咱有一个机会，咱互相提醒关心，咱伫遮彼此服侍，咱做伙往着上帝国，往着亲近上帝的路来行。锡安山是伫耶路撒冷旧城南边的一个小山头。而这个锡安山，这个名词，圣经常常来代表耶路撒冷城，甚至有当时啊，伫圣经内面，锡安山嘛代表全以色列。重要的是，锡安山是上帝的山，行往锡安山所代表的是咱愿意行往上帝。所以像你正所看到，这是大鼻王的梦，伫锡安山顶面。正咱所看到的是最后晚餐的地点，密马可楼的2楼，这是耶稣甲伊学生而且食最后的一个暗顿的所在，嘛是伫这个锡安山。这个去了，我感觉真水。这个修道院，伊是圣母玛利亚安息的纪念修道院。其实不止这。咱若真正有机会去到锡安山，咱就能看到侪圣经内面所讲到的地点，拢伫遐。这个地点见证了侪圣经所记载的事件。伫几千年了后，现在犹原咧跟咱来讲过去发生伫这个故事啊。神的慈爱信实要围绕他的百姓，从过去、现在直到将来。上帝主爱要甲咱永远伫地。永世代无尽啊！
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可能会感叹，这个世界咧变足紧的，这个世界咧变足紧的。我看咱教会有办一个手机仔班，我相信真有的人，你着算做摕着手机仔，人讲足好用，咱无拄拄会晓用，因为内面太侪的功能，甚至是咱平常时用袂到的。这个世界咧变足紧的，甚至有的过去咱感觉是对是好的代志，是对是好的观念作为，伫现代有的人无拄拄认同哦，有的人会反对哦。过去咱可能感觉无好毋对的，伫现在的社会会变做迄是人的自由无？所以这个世界咧变真紧，但是就是即款咧变真紧的世界，互真侪人有真大的困难、真大的压力，包括有消息咧讲，这2年外，因为俄罗斯来侵略乌克兰，乌克兰已经拍2年外的小战啦，死真侪人。但是伫这个患难的中间，颠倒互愈来愈侪人会当行入基督教会，因为因想要伫教会内面找求迄款袂摇带的性命。伫非洲有一寡内乱动乱的国家，因的基督徒增长的速度足紧的，因为真侪人面对一款咱无能力去改变的世界的时阵，因相信来到教会会当找求一个永不动摇的生命。一款动荡不安的世界，要哪找到一个永远袂摇带的性命？恁感觉咧？恁感觉咧？要安那咱活一个你这个世界咧，咱活甲平安、甲喜乐，恁有啥物方法？恁有啥物方法？袂咧，我足幸福的，逐工困饱就是食饭，食饭饱就是等食中昼顿。啊，医生讲爱运动，所以我着去附近的公园运动一下，转来着去准备食暗顿。吼，生活足快活的呢。我的囡仔甲我讲，伊伫一间公司叫做艾斯摩尔咧上班。伊讲好足忝的，3礼拜爱轮一道日班，3礼拜爱轮一道大夜班。伊只有伫遐工作1年尔，伊就感觉忝啊。伊讲因迄个单位主管是资历算上深的，主管资历算因即个单位的主管，伫因公司嘛只有3年久尔，流动非常紧，流动非常紧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也有一寡亲友。真正有伫亲像台积电等等即款电子厂咧工作的时阵，恁一定知影因的压力非常大。我嘛有一个亲戚伫联咏咧上班，才去上班1、2年尔，忧郁症举起来。一寡少年仔伫外口所拄着迄款的压力、迄款的工作挑战，有可能真正毋是咱做爸母、做阿公阿嬷会当了解。若是安尼，咱要过一个无摇带的生活咧。诗篇125篇，甲咱教的就是讲，倚靠耶和华，就是倚靠咱的爸上帝。倚靠这2个字，伫艰难的环境的中间，是咱会当做一个选择，来相信咱的爸上帝。你有看到无？今仔经文咧，甲咱讲，爸上帝甲咱伫地，爸上帝甲咱伫地，这个同在伫希伯来文，抑有其他无共款的意思。其中有一个意思，我感觉真趣味，面啊！上帝甲咱同在，甲面有啥物关系？上帝甲咱伫地，甲面这个意思有啥物关系？想看卖一个，你也想有，我感觉足趣味的哦。这可能嘛是讲是安那读神学院，神学院拢要逼阮去读迄个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原来是有好处的。
上帝甲咱伫地，甲上帝的面有啥物关系？上帝甲咱伫地，上帝的面有什么关联性？想有无？想有？你举手做你大胆讲，我等下请你食中昼。啊无，咱有准备哦。我相信咱只要做过爸母的，做过阿公阿嬷的，咱一定拢有一个经验。当咱将咱的囡仔、咱的孙仔，迄婴仔抱起来的时阵，抱伫咱的手，抱伫咱的怀中，咱儿仔哟，来叫阿公，叫阿公。无啦，我无遐老，来叫爸爸，叫爸爸。你会感觉抱这个囝孙仔伫咱的手中，迄款的感觉，你还佫会记无？有甜蜜无？有幸福无？同款，有的囡仔、有的婴仔会认人，别人抱会哭，爸母抱袂，阿公阿嬷抱袂，所以别人抱咧哭的时阵，可能咱做爸母、做阿公阿嬷会较紧去甲接过来，乖，毋通哭。咱的孙仔看着咱的面，就袂哭啊。即款的感觉，你还佫有印象无？当咱抱即个囡仔，甲咱面对面的时阵，迄款的甜蜜，迄款的幸福的感觉，甚至婴仔别人抱会哭，来到咱的怀中、咱的手中的时阵，就袂哭啊。迄就是倚靠嘛，迄就是相信嘛。所以上帝甲咱伫地，其实嘛咧讲，上帝的面甲咱的面要活做伙，咱就亲像囝儿共款，互上帝抹掉掉的啊，会互上帝甲咱抹掉掉的啊。人生在世，咱一定会拄着无共款的艰难困苦的事，咱若来回想，真正有这个机会，倒转来甲上帝面头前，互伊抱条条、揽条条的时阵，迄款的甜蜜，迄款的相信，迄款的信任，迄款的倚靠，毋通袂记，咱咧被上帝的主爱，要包围咱，对一粒到永远。所以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环境，可能咱每一个人所行的路无同，所经历的代志拢无同。但是万变不离，殊途同归。毋通袂记，咱就是要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。咱就是要军队主耶稣，拿清棍上帝，望着标杆直跑啊！三个来记得。阿爸，俾阮的上帝，今仔日阮为着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、阮的公司、学校、阮的国家来祈祷。愿阮伫遮所行所做，会当合着你的心意。你也用你的良善、你的慈爱甲公义，伫阮的中间来彰显。阮也恳求你帮助阮，当阮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咧祈祷的时阵，咧宣告的时阵。阮要甲赢过这个世界任何的苦难、任何的挑战，会当活伫你属天的平安甲喜乐的内面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三个过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308首。308首，请咱起立。
奉献，请陈新武执事甲李梅新执事。请坐。我来报告。第一点，今仔日欢迎这个嘉义中会果兰教会罗忠信牧师前来正道，咱代表教会伫遮个多谢吼，请拍。礼拜后请兄弟留落来请安交陪，欢迎伫地下室做阵来享受爱餐。第四季的时间预定表，咱即个10月到12月的预定表，请咱伫9月24进前交互办公室吼。第三，后礼拜咱请真理大学校务室的主任王英传牧师来讲道。团契消息第一，搬石团契今仔日等下第礼拜后有要前往简古峰遐桃园的新厝吼，的厝要举行家庭礼拜。请有报名的搬石团契兄弟留意。第二，下礼拜日后双联团契要举行9月份的例会，这边是邀请本堂这个马街病院的林祥宇医师吼，要主讲，请双联团契兄弟留意。第三，烘焙班今年的烘焙班诶9月开始吼，要有3个名额吼，要有咱会当去邀请朋友，也是咱教会来的人来参加。详细请对这个黄思涵干事来报名。教界消息，今仔日后礼拜下晡公馆教会3点有要举行这个7人全传道书要封牧，甲就任第5任牧师、主任牧师的感恩礼拜。具体关怀第即个咱所敬听萧清良兄弟，伫8月30安孝主怀，享年98岁。个别礼拜日明仔载中昼12点22分举行吼。第二点，咱所敬听本堂张丽芳姊妹伫8月27安孝主怀，享年74岁。个别礼拜要伫9月28号的拜六早起10点伫本会要举行。咱大多数项甲即个奉献的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摆有几分钟的时间要放一个影片，就是即个敬拜团伫7月初6的即个音乐会了后，有制作一个真简单短的即个
迄个影片吼，要大家参考，请电话。我想最美的事情，就是在永久、永恒不变的福音真理中，我们有一群年轻的生命，他们献上，他们成为进步的动力，这是最美的部分。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我们的拯救者。你是公义主，你是信实主，你是我公义的神。你是公义主，你是信实主，你是我公义的神。谢谢你，今天我们用音乐，用各种方式要来荣耀你，要来敬拜你。愿圣灵引导、安慰、医治、祝福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头拄仔伫报告的时候讲，杜牧师8年前伫遮做新来生的时，有协助敬拜团，迄阵拄成立吼，有真好，迄阵有真好的同工。8年前看到这行一个吼，即马这团契，咱的敬拜团即马有3团吼，有差不多40几个，真侪吸引咱回来也好，回外也好，真侪青少年。咱看这个节目看这个影片就知影吼，差不多是咱这个。我咧讲吼，特别取代上联团契，变做南门教会上大的团契啦。
哦，咱们到上大团契是上联团契，即渐渐吼敬拜团要超越吼，真侪青少年来投入吼，真欢迎咱的即个咱教会来吼，他拄仔这杜牧师咧讲，咱的子弟也是讲咱的迄落，若不袂关系袂真爱来教会，对即个敬拜团来加入吼，来加入敬拜团会变做吼，比你较爱来啦，吼，我咧观察是安尼吼。请大家也对这个敬拜团真好鼓励，甲这个奉献代祷。好，以上。咱这平安礼，请起立。咱唱第2摆是来互相请安。圣诗400首，上迎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今宵请杜牧师来作读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。
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，愿被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佮保守咱心心灵勇行。愿天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稳定甲疼痛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圣实的保守甲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弟弟，对即时伫甲永世大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默祷。怎么弄的？